Hello， 大家好，我是高本，欢迎收看福气乐园。哇，在心情唔好嘅时节，大家可能会想讲类似一类甜甜的点心，让心情更好一些。不过啊，更加的点心唔但想做得好事就可以嘅哟，甚至于要做得清酱，让大家含情适度啊，讲看到都心情更好呢。今日呢，我哋邀请一个菜铁的好朋友，佢就係嚟做一個法式的甜點哦。佢嘅甜點啊，唔但想做得好事，甚至於講就像嗰本嚟講嘅，看到呀，如果心情更好，做得安醬，親像藝術品咁樣呢。我哋夾夾嚟邀請佢，請佢來分享點樣辦創造出按到安醬的點心吧。我哋邀請我哋時事嚴君。主持人，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來自時事的嚴君，今日呢個分享嚟家分享做甜點的故事哦。哇，歡迎嚴君，請歡迎來到節目哦。嚴君，一道安醬的點心，全部係你自己做帶過來的啊？係啊，全部都係我每點的烘帶過來的。哦，真是冇簡單呢！一道安醬的點心，你自己做節目係唔前開始的時間啦。製作單位係唔前同我講，我來介紹點心，我覺得我基本呢，我來介紹係睇做模型呢，做藝術品的呢。哇，真是冇簡單。你講嚴君，一個係你自己開店做出來的點心嘛？你呢點嘅運動乜嘅名嘅？咱店的名很多團手做。團手做，團係乜嘅團啊？團一開始我做甜點的時間，我們一開始是做甜甜圈。哦，等下，甜甜圈都一般人識得嘅圓圓咧，中間一個糖啊，撒嘅糖分嘅嗰種甜甜圈嘛。係啊，嘛有沾巧克力的。哦，嗰種輕等於像蛋糕有個糖霜也巧克力的嗰種咧。哦，一開始係做一個甜甜圈咧。係，所以一開始團手做一個名就是從甜甜圈研發而來的。哦，嗰時最早嘅時間點心都會按呢，嗰時間係唔前點嘅名嘅，後尾按點嘅名嘅時間，我想到哦，以前係做甜甜圈，甜甜圈一開始做係一團嘅嘛。所以都很多團手做。哦，做好點心全部用手做嘅，就按呢團手做。哇，有個名嘅真是親貼片呢。以前係唔前談過時間，團手做我哋嗰度會做嘅飯團喎，一團嘅。嚴君，你對甜點做得安好啊？應該係自己親有興趣吧？以前都係睇學校嘅做點心嘅嘛？一開始入學校讀餐飲科啊，學校教的東西就是中餐烘焙，然後調酒，就會像應付考試安呢，就是沒有教的這麼多啦。然後如果看到國外幾多厲害師傅做按都按醬的東西，你就會心裡就會覺得說哇，以後畢業我也想要做這種東西，然後就會網絡開始看一些食譜啊，網絡嘗試去書店買書，自己錄下我被做我被吃安呢，就會覺得說這些甜點東西就是跟自己學校學的東西是完全就不一樣的。因為以前學校教的可能係講各有方向係考試嘅方向的嘛，也係講說其他的同學啦，乜嘅都有教，唔係乜嘅都可以學嘅清好。嗰種都自己想看到國外的師傅教，佢能做安醬，針對這個開始自己來學一個做甜點嘛。唔過甜點按當然，第一講就頭前有講嘅嘛，甜甜圈嗰種嘅啦，東西方亞洲嘅、歐洲嘅，做乜嘅會特別鮮一個法式嘅甜點？因為外觀就會很吸引人。法式甜點佢全部都係從安醬嘅嘛？法式甜點會比較精緻。佢嘅其實係精緻，還有呢？它的外觀就會比較吸引人啦。我想呢，嗰種如清香顏色，真是含前是都等下我能將來上關先講明先。不過我還有清想去了解的部分，如果因為你睇這個盧卡安嚟做嘛，你都這個好都開始出了開店，一段時間反而差不多1個月的時間啦。時間哦，很久，因為學校搞的東西有時間就是比較基礎的，所以你從網絡上找到食譜，書店面買到書你看，畢竟要去花那個時間去研究，然後學校的基礎的功夫又沒有像
国外的师傅安利会，如果一步一步按呢，慢慢的去尝试，一开始后到毕业，又没有那么多金钱去买这么充足的设备，如果从比较一开始较简单的东西去尝试去做了，就是可能不用到烤箱的，就是例如甜甜圈，因为它都可以自己录卡面团自己用用木嘅，用木嘅也做得简简，然后炸，用炸的，如不是用烤箱用行的，就会从最简单的慢慢去一直研究，然后到有工作了，然后存到钱，都存到钱买一些靠后的烤箱，然后机器，然后搅拌机，然后才开始尝试一些就是以前看到的食谱的，有记下来食谱的，然后再去慢慢的尝试这样。你从技术的开始，吃到后尾更有经验的，能将来做一个更厉害的甜点。哇，唔讲音樂，還有一個細細問題嘅問哦，就講這個題你卡做，應該有個失敗嘛？人哋講千里海甜點師傅佢還有做失敗部分，像做失敗部分都出來可以賣，你應該這個有輕度失敗部分吧？有啊，不過人哋講自己買也是會很難吃啊。你除了這個是有本嘅朋友。有啊，如眼姐啊，無如朋友來錄卡，拄好你做，鏘來說安尼。會唔會安尼？大家個考量錄卡，也係講大家因為知道個模式咧都全部唔敢去簽嘅。會啊。捱到一定要安尼，因為唔看講咧，像一般的甜點師傅，個有都市，你看臭臭的呢，應該係唔全部把模式咧都問大家是，大家都是自家說安尼。大家是都強到都唔敢去簽嘅哦。好啦，講那個啦，不過真是幾辛苦呢吼，做一個做到，你看按講，你之前含前我做的時，一天做一個真奇怪。不過楊quyền，你這個好嘅方案，唐都頭先有講嘛，喺飯嘅食譜啦，也看講嘅師傅嚟做。你看見人哋做嘅時候，因為見人唔係講國語啊，你係好嘅時候英文嘛，你哋好嘅時候有遇到乜嘅困難嘅事情冇？有啊，因為冇讀乜嘅書，所以英文看冇。如幾道食譜翻譯，如網絡上找，翻譯就會錯。甜點那種東西都會時間累積，一個東西而製作，有可能有時候1個小時、2個小時、3個小時，你中間呀食譜都可能抄翻譯英文唔好嘛，然後就會搞錯，但是你已經進去考的時間都會改重嘛，等到出爐才會發現原來你發現你中間的食譜有出差錯，如果重來。這時間都會花又更多長一倍你做出來的東西同原本的會差很多嗎？會啊。譬如講有差，有幫影響過層面去做某個東西。如果比講蛋糕體，因為行的時間可能會膨脹，大概幾倍大。你中間食譜可能東西加錯了，然後就烤出來，怎麼乾乾扁扁的？會不會這個有遇到那個事情去學英文嗎？還是有啦，還可以有去練習一下冇，到時就請講講，大家又看唔錯嘅，又做唔做嘛？你學到更加，你學起來，你這個一下都可以點的嘛？一開始都學到畢業冇乜嘅錢，自己心裡還是有一個夢想，就是還是會想要有這個一件會很浪漫啊，然後很簡約一個店的可是學到畢業都冇乜嘅錢，開始工作就是經費不夠都想說從小攤子開始這樣，所以開店之前一開始還是擺攤。擺攤咧，就像我哋第一講，去市集安尼擺攤嘛。冇呢，我喺啲髮廊嘅前面擺攤。喺人家店嘅頭前，喺7樓嗰邊擺攤嘅。做乜嘅？我先喺睇嘅擺攤嘅咯。一開始認識這個老闆，然後從開始剪頭髮認識就會要
调家如会同人客聊天啊，他就会觉得说，哦，他会想要知道说你这个年轻人，就是平常做什么工作这样。如果聊天聊聊啊，如果就会想说，你对这个东西这么有兴趣，你又没钱，没爱前面分摆，你没囤输钱安尼，你自家如可能用自家物资，如做一个小摊车，可能有没有协助伊拢帮忙安尼。哦，古种张会提个调价，伫个店面头前摆咧些单咩，安尼，做嘛个唔去参加个其他像人家市集安尼个方式，应该个家本人看到啊。有啊，有上过，可是。毕竟店店这种东西会变相，有时间做市集、文创市集，以场地有限制，有限制啦。如某发出供电，然后就会影响到东西的保存这样。古所长会选择个固定的地点来摆，唔系从人家安尼去追逐安尼市集来本大家人看到。哇，观众朋友，睇到影片，是唔是讲杨俊佢第一步踏出来真冇简单呢？不过后边还有更多精彩故事哦。休息一下，我哋马上过来。上一段谈嘅杨俊杰嘅故事，下来呢继续我哋拿来试点心，拿继续来谈佢分享咯。杨俊，今家呢你来试五下嘅甜点咯，不过唔係做法式嘅甜点哈。係啊。今家唔拿本嗌一碗，安尼有嘅係咪嘅肉燥飯呢？係啊，肉燥飯。有嘅乃唔騙人，有嘅乃係嘅法式甜點咯。係啊。觀眾朋友唔看。有嘅唔係肉哈，有嘅飯啊，有嘅乜嘅配菜嘛，也應該看起來很肉噶，明明就係肉燥飯啊。係啊，試看看啊。試看下先。真實的呢，看起來清香肉燥飯，不過聞起來佢係甜的呢。係啊。清香哦。清香呢有嘅焦糖的味道。不過看起來有嘅飯啊，仲有嘅肉。明明就真是清香，我能講嘅肉燥飯咧，我能嚟看一下好嘅，好冇？好。有嘅明明都係亂啊。係啊。甜甜安尼講伊咧亂，有日講安尼嘅甜甜，你當個連咧嘅焦糖液，仲係講有嘅係巴式嘅甜。好啦，我能嚟試一下看下先，觀眾朋友，上看下先生比較講，啱先講嘅真係係假嘅，嚟嘗一下。我哋先嚟看一下有嘅飯好嘅，有嘅飯看起來真是有清香嘅飯。我跌下去，觀眾朋友，泡泡嘅有嘅唔係飯呢？有乜嘅咩事？有嘅係巧克力，泡色嘅巧克力，唔過嘅牛奶巧克力。哦，唔過當個嘅一粒一粒嘅也係巧克力嗎？米。哦，放米腸嘅米。係。哦。觀眾朋友，原來有個泡色的真是係米呢，不過係放過一個爆米花嗰種米腸。大下哦，佢係泡色的巧克力，清香呢。安尼飯真是有個米的米絲，有甜甜。蛋糕有個喏，看起來。試看看肉嘛。肉個，肉係哪呀？有個肉燥，有個嘛吼。我嚟試一下個圈有個，看有冇個米絲。係啲嘅，哇！吃得出來嗎？吃得出來，有個係人哋講嘅核桃。哇！感覺好簡單咧，做咧按上清香嘅肉燥，唔過食下伊都比嘅啦。好清香咧，安尼順後有嘅喏，又叫我嚟試一下豬肉咩？嚟試一下哦。有分量呢，觀眾朋友看到冇？有個像豬肉嘅，吃得出來嗎？有啲唔係豬肉，不過等下失敗算算。佢當個要有一粒臭味嗎？唔係。
啊，算了，还在同阿公答案黑嘛，跟我啊，真是惨。那是无花果，无花果，烘干脱水的无花果。哦，同海以前是个无花果抹用用的，这个这个有在本地再制工嘛，哦，这个是直接买进口的。哦，进口的，哦，它是没有加人工香精，没有加糖，天然烘干的。那可以后是还是直接搁到迄臭门里么？因为有个字啊，有一摆酸，一摆甜甜，哇！不过我最好奇的也是伊个东西，有个卵，应该係卵吧，唔會喺其他東西做出來吧？你試看啊？我來看下先。哦，你看下係卵啊？有冇乜嘅米線呢？冇米線哈。試看下先。吃得出來嗎？我再試一條。哦，條都冇收到嘅卵黃嘅部分。卵黃，兩種係冇用嘅米線呢。觀眾朋友，我同大家保證，有個真是唔係卵呢，是係嘅甜嘅，清甜哦。不過有個有水果嘅香味呢。吃得出來嗎？吃得出來，吃得出來嘅卵黃嘅部分吼，應該係嘅人講嘅百香果啦。水蜜桃。指使我一下嘛。好啦，其實係水蜜桃。哦，難怪係甜甜嘅一個米絲。你拍出來我都試唔出來呢，真是拍出來生烘來失敗，佢冇清甜。你失敗嘅香香嘅米絲，都係拍出來係乜嘅啊？也是桃子，它是白桃。哦。聽人哋一般是那個水果種拍出來嘅桃。對，甜桃。哦。有槍全部係嘅桃嘅米絲。楊君真是真厲害呢，用慢想出來做一個暗香嘅肉燥飯，一個甜點咯。一開始學甜點就會覺得說，我哋台灣人都做法式甜點，不見得每一個客群都可以接受。我如果想講融合一下，就是我們自己台灣的那種感覺。那我們最具台灣代表的最簡單的，就肉燥飯。如想講，用乜嘅鳳飯、乜嘅鳳絲，呈現出可以這麼像肉，然後又有卵又有肉，又有飯。真是的，冇講嘅時間嘅，第一擺看安尼，那人人安尼看，明明都一碗飯嘛，只差講佢冇嘅冒煙又冇都夠香誒，下一次你可以做一個表演嚟搶出來的蛋糕又夠香誒。哎呦！你一個全部材料都調到安尼看的嘛，如無花果啦、巧克力啦、爆米腸的米腸同個核桃同個一個水蜜桃。底下有蛋糕。最底下係雞卵糕。安尼我聽到熱一下，不過有個暗海灣應該唔知熱得到嘛？看到誒。底下有水果。真是要吃到最底下才有個驚喜呢。本觀眾朋友看一下好，看得到嗎？觀眾朋友來看一下，底部有一個長長的，係咪？佢個眼的蛋糕體。觀眾朋友，嗱，是看下先嘅雞卵糕米絲係乜嘅咯？除了佢真是就會搶抹茶嘛。難怪是下一時間有青濃嘅抹茶嘅米絲。不過底下係水果什麼？有哪種水果啊？水果我哋弄當季水果為主，就是唔會特定一定用什麼，就是這個季節都好有乜嘅，都用乜嘅安尼。要用安尼採啲嘅水果嘛。安尼有個先不用講了，因為安海王給他食下以後，可能等一下都唔是錄樣嘅。安尼繼續，安尼還有其他可以介紹嘅嘛？有啊，像鏡面蛋糕。猜落係哪嘢啊？3條。楊君，唔使真唔好意思呢。有當咱同人講，我來食一個肉燥飯之後，更加往來食3條，一個嘛。有搶3條嘛？觀眾朋友，我哋來看一下，一個係唔係3條？唔係3條，我條哪部？明明開3條，哪裡咧幫咧盤嘅蛋糕，都同人講一個係甜點。我哋來試看下先，到底係唔係3條好嘅？先看一下。
没杀条呢，啱啱哦，失败啱啱唔好，而且球的啱啱呢。嗯，哦，来看下先哈。真是没杀条呢。哦，来，要给杀条底部亲贴呗，观众朋友看一下。有包东西哦。底部有包东西的呢。观众朋友，要给底部到底係包乜嘅呢？有冇？试看看呢？试看下先，有冇放眼？看有冇个明星？要个米西吼，尝试得做落係甜嘅，我頭都嘅巧克力嘅米西，有失敗，上當然唔係乜嘅呢，唔好等下又衝嚟。有茶叶的味道吗？哦，茶哦，有失敗嘅上到像人家嘅紅茶嗰種嘅米西。伯爵茶。哦，除了嘅茶葉，還有乜嘅呀？中間包的東西，黃黃的深咖啡色的那一層是那個栗子，栗子泥，楓糖栗子。泡誰的呢？下面泡有一些黃黃的。是那個乳酪跟那個卡士達醬。哦，難怪是放了給它米是清濃厚，有冇？清柔，不過又清柔和。不過也給客人搞用辦法做到像沙條安尼咯，感覺。有清香嗎？真是清香真是茶的時候，嗰度也可以拿紅嚟給你。觀眾朋友看一下，而家攞杯有冇？一個色神，感覺。那不用板做出来按像沙條嘅花紋啊？這個就是我們所謂鏡面蛋糕在追求的，就是它可以把那個花紋做得很極致，越像就是我們這種所謂做鏡面蛋糕最想追求的。乜嘅按到鏡面蛋糕啊？頭都湯一公。你有發現你的表層有一個光澤？有啊，金啊，嗰種感覺像可以像照鏡子照到自己，有些角度。有啦，嘅彩色是，假使講你做迄無色的吼，可能都可以看到。這個就是所謂的鏡面蛋糕。有個其他鏡面係用板做出來啊？伊個成分底部有大概有70%以上都是白巧克力，才有辦法去調色，做按到色色安尼。不過其實放嚟冇按甜呢，我嗰度全部頭都講切上係全部係巧克力嘛。你是放嚟其實冇像一般的人是在講全部巧克力按甜呢。因為牛奶巧克力以本身都沒有那麼高濃度的甜度，只是讓它着色，所以用純白的牛奶巧克力再去調色。那裡面底部的口味如果去稍微改變，有時候外表比較甜的時候，我們裡面就會稍微做more暗甜，就是會綜合那個味道。本期有一點平衡。對，那我們是還暗嘅，就是每一口攏講用暗甜安尼。真是有驚喜呢，觀眾朋友。你喺結論講710度呢，不過還有輕貼嘅呢，人哋休息一下，馬上過來繼續來介紹哦。各位好朋友，上一套我哋食嘅好食嘅雞卵糕，更加還有乜嘅特別嘅雞卵糕呢？我哋繼續來請楊權來分享咯。楊權，頭到我哋食嘅雞卵糕，唔講係鏡面蛋糕嘛？我哋鏡面蛋糕搶一種像石頭嘛？其他一種也係算鏡面蛋糕嘛？其他咩像鏡面蛋糕，像前面那個，它就會做像星球造型啊，就是它的那個配色啊，就會有點像星空這樣。真是咧，我看到安尼嘟嘟好有個反光有冇？比如像我哋按部頭看到有個星星，新疆呢，其他有個呢有彩虹彩虹，然後還有像紫色的這個是城堡。其蛋糕個一片一片的係乜嘅啊？玫瑰。玫瑰。哇！可以吃的玫瑰花瓣。新疆嘅安尼，有個鏡面蛋糕都像頭到顏色咧嘅手條姜，而家嘅卵糕底部攏共用嗎？
每一个口味都不一样。像星空就是巧克力的，像城堡也个如水蜜桃，彩虹如柳橙。安尼也个最大了流行那个人，像泰利莎个。泰利莎个底部根本你做的巧克力。也系巧克力。安尼样佢有个煎面蛋糕后都有讲起，特别咧迄个诺贝安尼个色身，诺贝也成，有个做会唔会真困难啊？真困难。用来讲，几困难在哪啊？以困难如，我们要追求那个光泽度，因为镜面嘛，毕竟叫镜面，就是要有一个像姜诶，可以看到这个安尼，金，这些色身如。调制的时候，如果拿捏的那个准确度要很精准，如调出来有时间清粉，有时间暗粉，这些色色路就会没有那么的亮，那个光泽度是最难拿捏的。因为个全部係這個蘇州，所以每個結論搞煎面蛋糕底嘅蛋糕嘅形嘅應該冇嘛共用吧？都冇共用，獨一無二路頭嘅。哎呦，明日色色用共用，譬如講城堡可以都是紫色，但是每天的都會不一樣。其他嘅腦杯嘅形嘅有點失敗冇共用。冇共用。你除了煎面蛋糕也種，還看到有咧像蛋糕有變嘅水果，其他乜嘅結論？千層蛋糕。千層蛋糕。千層蛋糕有按多層啊？係啊，千層蛋糕因為幾多層，所以在法式甜點裡面就叫千層。唔過其他人一般式的結論糕，千種冇嘛共用。冇共用哦，伊是冇蛋糕體嘅，伊全部用派皮。派皮去疊一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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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疊起來的。你唔做像人平常時那個蛋餅皮嗰種春卷皮。是不共用。有是不共用，因為用剪呢。你貼起來口感唔會怪怪下？唔會呢。唔會有個千層蛋糕其實口感係烘來用。我的呢千層蛋糕口感吃起來有是把 QQ。我不會人家講嘅結論糕，應該攏係食下去馬上入口即化，用起的嘛。年做嘛嘅會想到會做 QQ， 然後 QQ 是烘來唔係同人家冇共用啊，因為那個口感上面就會比較不同。如果有時間，你自己在做東西嘅時間，如果講每個人攏做攏共用，攏入口即化，你想講做一個屯偏人冇共用嘅，你變種人點樣烘嘅特色，就自己的特色。就冇共用。你除了也能看到嘅結論糕，你點樣地方還有乜嘅特別嘅結論糕可以？有啊，像造型蛋糕有多人吃的肉燥飯，沒有麵。你除了做賣飯，還有賣麵哦。你應該唔會來做法式甜點，來做簡餐店個麵用版的麵啊。麵我的麵造型同肉燥飯是不共用，伊個食材的裡面沒有肉啊，有肉啊，香菇都有醬菜。哇，全部都係用甜點的材料來做的嘛。你真是夠厲害呢！你想得出來用的方式來做個麵，你白冇有其他嘅？冇共用結論搞出來嗎？有個想法嗎？目前還沒有。還是人可以來做一啲雞腿啦，又係排骨的有嗎？有啊，有人下如問講，有飯有麵呢，可以做偏東嘛？真是人都可以來法式甜點嘅簡餐店。你講到年下，因為請教唔下哦。年客啊，興店方嘅，因為人哋講食甜點應該係細妹嘅角度啦。興店方嘅細奶係細妹嘅角度啊？每天呢？每天哦。一餐嘅細奶角度哦。唔會吧？應該係細奶去買本嘅其他朋友啊，也係老婆食的吧？有時間買弄一個年紀嘅來食。一個年紀嘅來食。冇看到純係有帶嘅，冇帶什麼哎呦，其實更加係食甜點嘅冇限制講一天係什麼嘅啦。嗰度人買也有細奶去買。有啊，因為口味上面攏有18改良，所以冇按甜，所以有時間細奶也會喜歡吃類似這種的
你这个一个人享受一下下午茶的感觉，你批下到按好式的结论讲，杨群有建议讲人按打枪是好呢，还是有批乜嘅饮料个好？我哋拢会推荐饮客是茶。是茶，无加糖的茶，因为甜点部分有时节类似会是把它够甜，你配没有糖的茶，那个口感上面会比较综合。侬其缓和眼呢，是下些结论搞个甜味，可以是个多一些。嗰種頭到嘅三條地方，真係上到加入一個伯爵茶，如果本嚟有時把茶嘅香味啊緩和嘅一個甜。係，如果是把香香嘅味是安尼。佢用心咧，冇上到一個部分，真是每一個小細節地方吼都唔係用心。安尼，開店都更加頭到有講到嘛，係去先擺單。唔睇擺單嘅時間，有拄到個神奇嘅銀行冇？有啊，用辦公神奇嘅。因为摆单的有时节准备的种类啊数量冇按多，有时节银行如会排队，就是等着你每一天会出炉什么东西啊呢？有时节替咧银行如全部爆红了，后边人拢讲根本你拢冇的吗？全部拢同本地咧安尼全部爆销安尼。你今天唔会当场的去吵架吗？唔会啊，有时节嘛会。就是在摊位前面就争执你本爱好诶，人家本爱好诶安尼。嗰時後背時節，因為安尼唔將上工愛去開店嘅本，但係嗰多人可以來是一個點心嘛。係啊，你也會希望有一個較舒適的空間，本人下個可以坐頓式，又可以外帶，有一個空間可以3-5好友來時間聊聊天安尼，一個比較悠閒的空間安尼。你頭到唔過講擺單到開店一段時間經過一久嘅時間啊？擺單嘅差唔多要2年。2年？2年之後先開店嘅？係啊。累積一個基礎嘅時間也輕鬆咧。不過我談講開店之前啊，是還有去學，都不會學個？有去國外見習。見習用辦過，就是去看別人的法式甜點用來做啊，一些呈現方式啊，因為就是心裡還是會有一個夢想啊，就是我想講從擺單妹變一個店面，就會想要讓自己的甜點再更精進，就會無形的本這個壓力。過太安呢，就會想說，那不然先去旅遊好了，就是剛好也這個機會，然後以國外旅遊的時間，如看偏飲的甜點啊，也呈現方式，就是怎麼會這麼厲害啊？就是把這些靈感就是帶回來的時候再重新整理，然後再到開店這樣。嗰時候一趟嘅出去挪步嘅時間，應該算嘅充電之旅，如果本這個充電一下。係啊。你有設定講去充電嘅時間去哪個國家嗎？迄時間去英國，還有荷蘭。荷蘭。有個唔係法式嘅甜點嘛？唔知嘛冇想到去法國去看下。這個有一些基本的法式的概念了，就會想說，看一下英式的，看有沒有辦法。就是2個融合這樣。那其他個好嘅特點嘅部分，然後加入自己嘅甜點，對不對？你可能時間有發現到某個貼的哦，幾多啊？像鏡面蛋糕，以嘅形狀一定是大同小異，因為鏡面蛋糕底部以弄黑慕斯蛋糕為主，所以也那個模型啊，弄。差唔多攏共用，你去國外看到按到攏台灣攏冇看過嘅，幾多安尼。你出去做一個看一個甜點啦，你應該唔會搶講，我看到一個甜點，我買嘅是咧，你第一個人家在做嘛，應該有去人家店方跟師傅用辦來做吧。基本上都是自己吃誒。你用實的咧，都可以第一個用某個方式來做的嗎？方式有時候會猜不出來，但是自己因為有一點點的基礎底，所以如果大概猜得出講以底部的方式是怎麼呈現，然後就是會做筆記啊，
鼓励时间路自己研究啊，尝试不一样，然后再用另外一个方式看能不能呈现出当时在那个当下吃到的那个感觉一样。你开店摆摊的都更加安从的一段时间，应该累积的无数个老，我们讲的老顾客嘛。你有过本印象过什么个人客无？印象嗰陣呢有啊種擺攤開始支持都更加開店嘅。伊從擺攤的開始，差不多1-2個月開始就會出現。伊攏每天幾乎攏一個人。伊買啊，愈濟嘅，伊嘛攏唔會囤公花呢。洗摸嘅嘛？冇呢。洗來嘅。洗來嘅。你有發本期咧 VIP 卡冇？冇呢。都擺攤嘅都更加話一段時間咧清倉。係啊，都見攏慢慢出，攏來店嘅行。嗰時候你其他人客都你默默同支持都開店，哇，真是冇簡單呢。係啊。哇，觀眾朋友，今日的故事係咪真精彩呢？唔單止故事精彩哦，還是都真好食的甜點哦。原來做一個法式甜點係冇簡單的事情呢。唔單止地部的料的我用嚟去夾，其他味道我用嚟平衡，甚至於講更加甜點我做得安醬和精面蛋糕，哇，真是冇簡單呢。也希望楊軍可以繼續堅持佢嘅夢想，可以繼續行下去哦。今日請感謝楊軍帶來安好食的甜點同安精彩故事哦，多謝。多謝大家分享來屏東來採愛吃甜點哦。好食的甜點，我哋繼續來田頓欣賞來做運動吧。觀眾朋友大家好，又來到好好運動的時間呢。我係黃振祥，來自屏東縣長治鄉刺激導演養生協會。另外一篇呢係鄭先生，一篇呢蔡先生。今日要同觀眾朋友介紹講法呢係脫生活藥。脫生活藥係我哋應用呢，脫斷我哋呢藥嘅，幫我哋呢藥嘅發放起來俾個練。比如有種嘅人講藥嘅有筋骨嚇，所以我哋呢藥嘅都要標上來。而家觀眾朋友哋呢講呢，咁樣企業都以剪頭斷髮，企業到剪頭髮嘅時間體量呢，我哋呢松樹呢要搓手來，搓手來過後呢，標喺我哋呢藥嘅行，咁我哋呢藥嘅呢比裝手來啊，利用我哋呢舒適嘅熱土。來做運受我哋呢藥嘅，過來我哋呢貼，我哋一做嘅時間，我哋呢夾下夾啦下，標上來嘅時間呢，我哋呢坐嗰種坐凳呢，咁樣安尼坐下去，對我哋呢面中一骨先攪好起來，攪好來過後呢，我哋呢肚子向前面呢，過來我哋呢藥嘅送出去。藥會送出去過後，我哋呢鏡頭向後背，同我鏡頭向後背係幫我哋呢向前打開來，也係講我哋呢用脫生活藥嚇。過來我哋鏡頭標上來，我哋呢藥會標上來，肚子標上來，講我哋呢卡拉下標上來，所以標上來係幫我哋呢企嘅時間過穩。有人會講剛我企安呢，我思維冇錯下去，變嚟會安呢？安尼下去呢？安尼出去呢？我思維冇叫睇啲，我那隻伊唔對嘅，我腰嘅唔對嘅嚇，腰嘅唔對係我執到腰骨嘅，我腰骨執到變嚟我腰骨都會坐骨神經到，我腰嘅都會唔爽快，要注意嘅地方嚇。嗰來我哋睇啲。我哋呢企啦下，我哋呢腳有標上嘛，標上嚟講，我哋安尼坐，等你咁樣坐下嘅時間，我哋呢重新嘅重量嗰樣嘅腳站，唔怕，我哋可以思維面腳放起來嘅時間，我喺腳盤啲嘅行，然後呢我肚子呢已經縮放嚟，向前面頂出，盪出去，出去過後我喺腰嘅個送出去，過來係我喺向前送出去。
挨肩头表上咧，第三下咧係挨嘅下嘴岩表嘅大行去停留一下，停留咧都幫我哋咧講腰骨一種嘅舒緩，幫我哋咧前面一種嘅延長出去，過來我哋咧下嘴岩數，下嘴岩數講我哋咧胸前表上，講我哋咧卡拉下表上。表上過來我有起向咧，我對頭拿當方綁上去，也係我哋咧托生活呀。過來我哋要注意時間，我正面注意時間咧，正面注意時間，我注意時間，唔係注意內，注意我前面那個哈。我會做一個示範講啊，我做嘅時間，我用嚟去壓到腰嘅，我壓到腰嘅係講我企嘅按講，我腳係打出咧。我腳打出來，我冇腳放去啦，我思維面冇腳，我企喺按個按嚟做嘅時間，係咪講啊？我那腰會送出去，我腳打出來，按嚟揾樣，我壓到我腰。有人講，我本身都有坐骨神經，按嚟壓到腰，我腰都痛啊，我還可以做按嚟動作咯，可以，因為我哋咧切頭啊表送，我哋咧卡拉下表送，所以我哋咧卡拉下表送。坐得你天作咁樣坐下去，坐下嗰啲咧，我哋咧數錯時候，送到跌到我哋咧腰嘅，跌到我哋咧腰嘅，我顧下去嘅時節，我對我嘅思維面叫放起來，我嘅肚子送出去，腰嘅送出去，我嘅胸前送出去，我嘅肩頭表送，嗰嚟我下再啱，好表送嚟向大號。過來我下嘴岩數，我喺胸前，好嘅。唔可能我打出來，本做本嚟看就講啊，我示範按嚟都講我眼神嘅流線用嚟去狀況嚟，唔可以按嚟起按出，第一點唔起按出，第一我哋咧切頭，我哋也卡啦下，我腰骨，我腰骨按嚟我都壓到我腰骨神經嚟，所以按嚟做唔得好，所以要注意一下。注意下也個動作哈，也係我正面的示範俾大家人看咧。過來通常咧，我更加做咧連續動作講啊，我按樣嚟去連續做啊，嚟正面的動作俾大家人看。首先我兩隻手要先搓手嚟，搓手係特別我腰嘅項，你講到我腰嘅有鬆嘅，有手嘅，嗰項我卡拉下邊鬆嚟，我思維面叫放起來，肚子抬出來，送出去，腰會送出去，胸前送出去，當我下嘴岩向大行，順順嚟，下嘴岩下數，腰會變上，跳啦下變上，過來我頭拿大行綁上去。以上咧係托生活要祈禱嘅動作，接下來咧我哋要坐到嘅動作，觀眾朋友準備一張凳嚟聽到我哋嚟做。接下來咧我哋係做坐到嘅動作，托生活腰。托生活腰咧坐到嘅時間咧，觀眾朋友我注意講我哋咧凳咧唔會有連嘅嘢，我哋坐起咧那冇有危險性，驚到來開始哈。首先呢，我哋坐到嘅時間，強調我哋等你坐1/2，冇1/3哈。坐嘅時間呢，我哋強調兩隻手來先搓手嚟。搓手嘅過後呢，表嘅我哋呢腰嘅項，腰嘅我哋眼神冇單出18千下嚟。運手過後呢，第一我哋搓到嘅時間，注意呢，我哋搓嘅時間唔係搓貼後背。我哋按嚟上出來時間，咁我哋呢樣嘅思維，一個地方，而冇發痛，啲唔有發痛就講我肚子停住嘅時間，我吸氣，我氣頭跳出來時間，我思維面叫一下，叫對前面來，我胸前呢，向上來，先做一個，咁我哋呢肚子有發痛。
状态起头跳出来的时间，对状态。在表送的时间，我哋起头跳出来的时间，利用我哋起头跳出来的时间去按摩我哋的腰啊，我哋两只手伫腰的方，我刚刚当我按你按我手表的腰的方的时间，腰的方计有鼓方起来嘛，迄起头又送的当腰的嘅，后背嘅腰的，嘅只会鼓包包，你摸我边的讲安尼。我缩下嘢，我腰嘅很强要压在去，安尼边咧讲，我都是睇出来嘅。我腰也就去下下嘅磨出去做一个，我腰嘅循环嘅力量吼，安尼嘅按摩我哋嘅肾脏，我哋嘅肾脏佢重要，因为我哋嘅肾脏係幫我哋排尿嘅地方，我哋排尿有順冇順都看我哋嘅腎臟嘅人講嘅細胞吼，我哋跑囊都會過健康。所以做的時間都嘅，過來呢，我做的時間我喺前面，我用嚟都是為咪叫方嚟調哪上後背用嚟，第一點，我哋先起頭呢，先調出來的時間，我天天呢，都是睇出來，腰會送出來，我向前送出來，我肩頭表送來，肩頭表送來時間，我嘅數節，天天嚟向後背。我嚟下周牙數上去，數上去呢，過來我下周牙，天天嚟表上嚟，我喺肩頭表上嚟，我喺胸前表上嚟，腰嘅表上嚟，做一個講啊，我表上嘅時間，我喺兩個數據我表下來，本我喺腰嘅一隻嘢呢，比鼓方起來，個再過來我。起頭呢，我跳方嚟時，我吸方嚟時，我都是腿裝出來，狀態，腰嘅狀態。前兩個唔吸嘅時間唔狀態裝喺到哪？裝喺到胸前狀態嘅，我兩隻手表上來，頭拿向大方。利用我哋吸氣嘅時間，狀態我哋嘅眼神，幫我哋嘅細胞不易光滑，充滿那個度嘅氧氣，咁我哋下肢岩素同氣條壓縮出來。利用我哋做安尼動作，幫我哋嘅吸氣同調出來氣條，對加強我哋嘅眼神調氣嘅長度。所以做嘅時間，我注意講啊，我哋做嘅時間嘅動作嘅時間。慢慢的、順順的吸氣，順順的調氣。以上呢係我哋做初度嘅動作，觀眾朋友初度嘅呢同我哋來做下，我哋幫我哋嘅眼神個看見嘅，練用安尼初度嘅動作來鍛鍊我哋嘅腰嘅，幫我哋嘅腰嘅個發連個發的我哋要利用調氣來充滿我哋嘅陽氣，來按摩我哋嘅腎臟，我幫我哋嘅腎臟發放起來，我哋都做得到呀，我哋下一次拿來了。